台南大小事爆料给你知。大家好，我是应瑜。大家好，我是永婷。永婷，现在台湾的疫情是有点好转了，你觉得呢？对啊，现在路上人超多的耶。而且我发现大家就开始做一些报复性旅游跟报复性购物的事情。你现在手上应该有吧？政府给的5000元振兴券，根本就是等于政府资助你免费旅游跟吃。真的，而且我最近滑手机一直看到台南旅游的优惠资讯耶，就是有吃的啊、住的啊、玩的、买的，连交通都有哎。交通，我是只知道台南交通就是公车很便宜啦。那台南交通是还有什么福利？哦，他推出的大部分都是双人福利，就是双人很适合什么有情侣的人啊。是指我跟我男朋友吗？那还有什么吗？现在还可以抽奖哦。抽奖，我超爱抽奖，赶快给我知道，是 iPhone 13吗？哦，是台南购物节的。台南购物节，那会不会有消费标准啊？那我买东西会不会要花很多钱才可以去参加抽奖？才没有，你知道它超夸张，只要100元就可以，100元的发票就可以登录哎，100块，我就随便出去买一个吃的都有100块，一餐200的部分。那它的奖项有什么？你知道它最大奖还有蛋黄地带的轻豪宅，轻豪宅，所以我买个便当还有轻豪宅可以抽。对啊，而且还附车库哎，车库，现在车库都100-200万这样子。天哪，那个车位一位难求，有车库也太好了吧？而且它整个总价值是830万哎，所以我等于就是你刚刚是想说830元，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只要超过100块，101块。我就可以去抽有车库的830万豪宅。哦，那就这等于我毕业，如果我抽到，我就去 7 买个便当，或买个饮料，加起来超过100块，我毕业就不用还房贷。是不是有押韵？说到这些台南的全部的优惠行程，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就是需要来一点小旅游。你觉得呢？是没有要揪我的意思就对了。对啊。真恶劣！我之前有搜寻过有那个影视场景探勘的行程影视场景，我超爱去那种地方，还是可以拍照的吗？对啊，就是最近不就有超夯的那个《熟女养成记》跟斯卡罗吗？等一下，《熟女养成记》不会是吗？陈嘉玲的那部剧，就谢盈萱演的那个。那它拍摄地点在哪里啊？它是在台南的那个金寮老街那里啊。你不会不知道哪里吧？金寮老街啊，我还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我在台南这么久，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哪里。就在后壁那里，而且那里本来就会举办一些农游啊，所以你就等一下，你说到旅游这个，我这有一个资讯，你知道安平港吗？安平港知道啊，那里就是大家去那边玩，都玩透了，那里也有拍摄哦。没有，台南现在在安平港那边有规划一个滨海度假村，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很厉害？也要做这个？对，但是呢，政府公告是116年啦，那是我偶然看到的。没关系，6年以后不是我跟我男朋友，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我们毕业后我们一起去好吗？等等，你刚刚是不是打断我？你说农友的部分吗？对啊。那你可以开始继续讲。好啦，其实农友真的太多了啦，我这样讲太复杂，你们自己去下面资讯栏看。所以你会帮大家整理哦？好吧。也太好了吧。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旅游行程嘛。那旅游出去玩，应该还是要吃跟喝吧？人的生理需求还是要必须被解决。那你有什么吃的跟喝的资讯吗？台南市政府现在有联合奉茶 App， 就是之前本来就有奉茶 App， 就现在就加入新的地图，所以你就是口渴就不用只买瓶装水，像那个瓶装水人类。我就是一个瓶装水达人，像我家 right now 就是有2大箱瓶装水，超级不环保，超母汤的，没办法。但是你有发现吗？其实就我们不知道这 APP 的话，我想想 APP， 就其实我们大家不知道这个 APP 的话，就是我们带水出门，但是就是喝完1瓶以后，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再装另外一次水了。对啊，你就找不到，然后你还要去 7 然后买一个矿泉水，然后倒进去杯子里。对啊，有点好笑，对不对？很蠢欸。我发现大家现在都这样，就算我现在开始带环保杯出门，但是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没有地方装水。对啊，因为之前就是封起来，然后又没有拿出来用。那我真的觉得这 app 还真蛮好用的。我刚刚一直有想要讲 APP， 那所以我就现在就是只要带水壶出门，然后看这个台南奉茶地图，我就可以知道水在哪里，对不对？对啊。那吃的嘞？吃的哦，
现在大家不是虽然已经可以内用了，对可以内用，但大家还是会怕怕的。就是我。所以我就要推荐你几间餐厅，而且还有你最近常吃的那个低油低盐的那种轻食。你是说我最近每天晚上基本上都在点的那个第一卡优格什么布拉布拉餐？天哪，听起来就很难吃是吗？那我推荐你几家，就是泰菲餐厅。哎，你不是超爱吃泰式吗？对啊，我根本泰式小达人哎，虾饼超好吃。还有那个巨热海鲜居酒屋，想不到吧？居酒屋，真的，居酒屋也有防疫便当，真的超酷的。然后最后就是你爱的那个格列佛意式料理。Oh my god， 意大利面我的爱。所以我晚餐可以吃这种那么罪恶的东西吗？没有，它推出的是低油低盐的轻食的。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吃的那一种吗？对啊，而且它也可以加购他们的自制酱料。所以我不用去他们店，然后也可以吃到他们店的味道，自己享受。啊，也太爽了吧！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哦，根本就是在自己收藏嘛。那听你说了这么多台南优惠跟旅游的东西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非常的想要在台南玩一场就是想要赶快来一场旅游，超棒。那如果想要知道其他资讯的话怎么办？我们会把资讯呢放在下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没错，我们的永婷呢要帮大家整理所有的资讯，太好了吧？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就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这阵子想要就是规划旅游行程的所有朋友们。拜拜，拜拜。